嗱，話咁快嚟到咧，就係體壇名人堂呢個咁有趣嘅環節啦。嗱，嘉樂 Sir 啊，今日我哋邀請嘅嘉賓方面咧，唔單止係體壇名人啦，仲係政壇名人同埋教育界嘅名人添喎嚇。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就可以講從一個係困苦嘅環境出身，咁啊跟住而家今天咧成為校長、區議員，咁甚至就係中國香港體育聯會嘅董事會主席。一步一步嚇，好介紹嘉賓。再一次介紹我哋今日嘅重量級嘉賓啦，就係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董事會主席洪楚英校長。洪校長歡迎你。Hello， 你好，劉 Sir， 許 Sir 你好。喂，人哋話英雄莫問出處啊，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個出處咧可以俾到好多人嘅故事嘅。咁例如我自己都成日講啦，中學時代咧真係讀書麻麻地，但係一個數學老師嘅一句警覺，打完排球咧成個人有咗自信。好啦，請講下你啦。你嗰個好話以前好窮困㗎喎，係咪啊？都係即係喺嗰啲年代，我哋都係屋村大，咁啊兄弟姊妹多，咁就爹哋一個人揾食就照顧成家七兄弟姊妹。我哋都係咁啊，我4兄弟姊妹，七兄弟姊妹。你排第幾啊？我排第5嘅，係中間。所以我個球衣都係5號啊。5號啊，係。咁啊，跟住就嗱，譬如又講到啦，你嗰陣時又好似又要做同工幫工啦，咁啊跟住煮飯食啊，翻去又翻學啦，即係都好苦學啦嚇。喂，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嗰啲人，我哋都係嗰個年代其實咧，我自己中意打乒乓波同埋足球。咁但係咧，亦都要照顧屋企，係咯，即係話我哋上下午班嘅小學嗰陣時。係啊，分上下午班㗎，做教師好油嗰陣時。咁我就翻下午班嘅。咁所以上晝咧，我就去嗰啲工廠大廈嘅，即係所謂茶水部咧，就做啲即係幫手嚇。咁又儲到錢咧，就買塊乒乓波板啊！咁啊，閒餘又中意踢波啊咁樣咯。踢波你玩係正交粒定係反交粒㗎？當年嗰陣時我哋叫流星啊，跟住有 Butterfly 啊呢啲咁嘅牌子啦，但係就冇依家嗰啲咁厲害㗎，多數都係粒仔嘅啫嚇。咁你又中意打乒乓波啦，又中意咧就踢足球啦。但後尾你有一份好重要嘅職業，就係一個 P.E. 老師，係乜嘢嘅動力驅使你成為一個體育老師咧？其實咧，我自細都中意，即係坐唔定啊，真係咁啊，好中意運動。咁啊，無論乒乓波啊、踢波啊、跑步啊，即係總之就喐得嘅我都好中意玩㗎啦。有得玩啊嘛。係啊，咁就到後來嘅時間咧，就有機會啦，即係考完 A level 啦，咁啊成績又唔係話即係可以入到大學嗰隻，咁就毅然覺得好喎，做體育老師可以將自己興趣又可以教到啲所謂後生嘅一代。唔錯啊！咁就選擇咗入體育老師呢行。頭先啊，洪校長講咧，因為嗰個年代咧就教育學院咧有4間嘅，咁啊多數嗰啲成績好咧就會去中大、港大啊嘛嚇。咁所以邊個收咗之後咧，成績係一般般咧，就會去師範學院。咁但係喺師範學院裏邊咧入到去啊，其實嗰個生活咧係好正嘅。嗱，起碼教識你點樣去教人，同埋係一定畢到業㗎。點解咧？因為如果師範學院都教唔到啲學生，嗰啲學生出嚟點教人咧？嗰陣時有咁嘅理念㗎喎。絕對同意啊！嘉樂 Sir 就係好清楚，因為點解咧？喺我哋體育老師嚟講咧，其實係體育同運動嘅分別就係我哋真係透過身體活動去教育佢哋係啦。嗱，我細個接觸嘅 P.E. 阿 Sir 方面咧，真係飯飯都正嘅。足球又佢教啦，排球又佢教啦，乒乓波又係佢啦，甚至乎一啲譬如話我哋少接觸嘅欖球啊、棒球、壘球，都係同一個阿 Sir 教晒。你當年係咪都係咁全能嘅咧？其實全能就唔敢講，咁但係咧就真係所謂我哋叫周身刀，我唔敢話張利，但係咧都要食，因為點解咧？我諗嘉樂 Sir 最清楚，我哋嗰個年代咧。做體育老師咧就全包宴嘅，係冇錯係。教練、體育老師集於一身，帶隊乜都係。咁啊，甚至乎學體會咧，我哋都要做埋一啲所謂叫義務嘅召集人。係 convener，係啦，咁就變咗咧，其實響我哋嚟講咧，班細路咧好親切嘅，因為好多項目咧都會見到我哋。但係而家咧就有而家嘅好處，而家咧就體育老師咧就集中教學，教練咧
就主力做呢個教波教運動，係啦，教運動。OK， 即係所以就教 PE 就教 PE 嘅啦，唔似以前咁樣教完 PE 仲要社會科學見教都教晒咁樣㗎啦。係咁啊，但係講到呢個周身刀嘅張利方面啦，嗱，當年已經周身刀啦，嚟到而家2025年，校長你都係周身刀喎，嗱，又係中學校長啦，又係區議員啦，亦都係呢個就學體會嘅董事會主席啦。今年頭一幾個月都非常之忙碌喎，係嘛？啱啱今年咧啟德體育園即係開幕啦，咁學體會咧就其實都傾咗一段時間㗎啦，同佢哋咁可以有一個學界決賽週喺體育園嗰度舉行。係咁近呢2個月咧，3月到依家咧，其實7個精英賽項目咧，我哋即係都有幾個喺體育園舉行啦，咁同埋學界越野同埋排球啊都先後舉行，仲有小學5人足球，咁都係繁忙嘅，但係好開心，好開心，因為見到學界嘅體育嘅進步啦，同埋多咗社會嘅關注、政府嘅支持啦，咁都係一個最開心就係見到啲同學可以喺一啲所謂國際水準嘅場館裏面咧去比賽咧，呢樣嘢真係即係心裏面好開心。佢哋好興奮㗎，即係好似譬如以前我哋打波就喺室外場㗎嘛，喺公園啊，京士柏嗰個公園啊，哇！啲風係咁吹照打。而家唔係喎，啟德體育園喎，室內場喎，好正啊！咁啊，呢張相又係啲咩嚟嘅咧？呢啲相嚇？嗱，呢啲咧就係最近啟德體育園咧嗰個我哋嗰啲比賽啊，手球喺體藝館啦，個副場啦，咁就籃球啦，教育局局長都出現啦，即係好支持啊！佢自己都跑步㗎，係啊，咁就好支持。咁另外我哋亦都有一隻所謂叫做吉祥物咯。你頭先見到啲相啦，或者我哋話呢個公仔啦，就叫海船。係海船，即係勝利嗰海船。勝利喎，寓意有嗰個勝利，同埋咧嗰對翼咧，其實係希望咧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夢想飛航嗰個意思。喂，係喎，嗱。我仲以為呢個耳仔喎，想問。阿校長講完咧，我知道係隻翼。仲要飛得起喎。所以個設計個 design 咧係好有意思嘅嚇，每個細節啊，好正好正。係嗱，今屆嘅呢個咧就係學界賽事啦，好多項比賽都安排喺咧就啟德嘅唔同場館嗰度舉行啦。譬如就田徑啊、足球咧就喺呢個青年體育場嗰度舉行啦。另外體育館亦都譬如就手球、籃球等等啦。有冇話邊個場館你係零舍喜歡嘅咧？或者邊一個項目你零舍留下深刻印象嘅咧？嗱，對於我嚟講咧，籃球咧就真係好精彩，因為咧。除咗我哋本地之外咧，真係盛事化嘅喎。贊助商可以揾到咧，呢個美國 WNBA 阿 Sabrina 紐約自由人啊，嗰個係3分神射手啊 ，Sabrina 好犀利啊，肯嚟做嘉賓啊，做嘉賓，同啲學生一齊射3分。咁呢個即係喺中場休息嗰陣時咧，真係掀起咗一個高潮。係，所以啱啱阿信文阿校長講到咧，就係我哋呢個體育學界體育嚇，開始就盛事化，即係好似揾啲 NBA 球星嚟到啊，同啲學生一齊玩啊，佢哋嘅投入感又強啲。係，今日我哋又圍繞住5個化字啦，要講講呢個普及化啦、精英化、盛事化、產業化同埋就專業化添嘅。聽下校長咁講，似乎而家普及化都做得相當之好咯嚇。咁啊呢個問題咧，當然啊洪彩英校長最清楚啦。將間翻嚟咧，同佢傾咧，哇好多嘢好深入。好有人情味，點樣利用體育訓練學生嘅自信同埋佢哋嗰個係自我管理，呢個好正嘅。咁尤其是個產業化添啦，因為事關咧就近年好多學界嘅賽事唔再單純係一個學界賽事添啦，甚至乎揾多啲咧就好出名嘅品牌啊，好出名嘅譬如就米線鋪啦，多啲咧就冠名贊助添嘅。咁所以究竟咧就學界體育點樣咧就有一個咧就更加咧就出色嘅發展啦。轉頭翻嚟再揾校長傾個偈先。好啦，繼續翻嚟呢邊咧就係港台體壇1、2、3嘅時間嘅，亦都繼續有小弟劉信文啦，心下繼續有咧就係徐家樂阿 Sir 喺度啦，仲有今日我哋嘅專業嘉賓啊，就係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董事會主席洪彩英校長喺度嘅。咁頭先同阿校長傾過好多嘢啦，包括你嘅身世啦，以及呢個咧就係學界精英賽嘅一啲點滴啦。嗱，嚟到呢一 part 方面咧，進入呢個咧就主題咯，包括咗就5個化字啊。第一個化係咩咧？就係普及化啦。嗱，其實近年好多學界精英賽賽事方面咧，都真係越嚟越多觀眾去支持啦，都係越嚟越多嘅學生去參與啦。對你嚟講啦，作為董事會主席，你覺得
近年喺嗰個全民普及化上面做成點咧？其實咧學體會咧都係一向，因為中小學加埋咧，我哋超過1000所學校。咁就如果講個百分比咧，全港嘅中小學加埋咧，超過96%。係，即係基本上咧，年青人要讀書嘅咧，都係學體會嘅會員學校。係，所以呢個咧普及化咧係我哋即係所謂叫做必然要負責或者跟進嘅事。咁講個數字俾你聽啊，可能都會嚇親你。係啊。一年咧，我哋講緊中小學加埋嘅賽事咧，係2萬場波，好多好多2萬場比賽，2萬場比賽。咁仲未計咩咧？仲未計有150日咧，係一啲所謂叫做田徑啊、越野啊、小學嗰啲遊戲日啊，或者一啲所謂叫一日過嘅，譬如劍擊啊，呢啲運動仲未計喎。咁你諗下啦，我哋即係成個參與同學13萬註冊運動員。咁你話係咪真係普及化方面真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責無旁貸嘅學體會。哇，2萬場好誇張喎，家樂 Sir。你人生有冇講過2萬場賽事咧，家樂 Sir 你？我冇，我覺得兩場到啦。咁啊唔止啊！不過我就今日同阿洪彩英校長咧，即係我有一個感覺咧，就佢真係一個好熱誠啊！即係我都好敬佩，即係我都做唔到，即係對嗰件事情咧係全心全意去做啦。咁你講到呢個普及化咧，我有咁嘅睇法嘅。係普及化除咗就係好多嘅學生參與之外咧，仲係令到好多人睇到，啱唔啱啊？即係要轉播啊！咁嗰啲學生就好興奮啊！咁而家嗰個轉播嘅情況，譬如係呢個學體會裏邊咧，同嗰啲轉播方面有冇喺呢方面做普及化咧？嗱，其實咧隨着呢個學界嘅運動咧，無論政府嘅支持又好，或者咧本身啲家長啊，或者學校咧，其實都重視。咁所以咧，其實啲媒體咧都好多報導，好多報導啊，好多報導。即係無論係一啲所謂叫做政府嘅媒體啦，或者一啲即係非政府嘅媒體咧，佢哋都爭相報導。咁呢個咧，就令到我哋其實學體會都有個機制嘅，即係會考慮到嗰個能夠播到俾啲大眾其他人關心嘅時間。仲有唔少係直播喎，直播係好多直播喎，咁呢個真係好難得。咁啊，包括咗呢個學界足球啦，甚至乎連之前小學足球啦、5人足球嘅賽事都有咧，就香港電台現場直播添啦。咁所以就似乎近年好多咧就係即係學生嘅運動啊、中學啊、小學等等比賽方面咧，都越嚟越咧就普及化㗎啦。咁但係之後咧嗱，又講講呢個精英化嗰邊啦，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近年咧好多年青運動員個成績方面咧都越嚟越勁嘅，越嚟越咧不停進步啦，亦都係追貼咗呢個咧就亞洲嘅青年紀錄啦，甚至乎一啲咧就香港成年人級別嘅紀錄等等啦。響舊年舉行嘅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亦都攞到就7面金牌、10面銀牌、10面銅牌啦。唔知校長係點睇近年一眾咧就係青年球員啊或者青年運動員嘅成績嘅進步咧？嗱，其實進步係主要係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好比較細個已經有一個好專業嘅訓練，基本係真正專業，就唔係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攞個波自己去踢。而家真係有教練都會教你點踢，所以進步就好快。進步好快，同埋咧，其實佢哋多咗比賽，即係如果用學體會為例咧，我哋除咗頭先講嘅 local 嘅賽事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精英賽啦，即係話各區或者 D1、D2、D3 嗰啲勝出嘅球隊去比賽啦。咁另外一邊廂咧，我哋仲有埠際賽喎。嗱，依家咧，以往我哋有4個地方嘅埠際賽，澳門、香港、廣東同埋呢個福建嚇，即係咁。但係依家咧，其實變咗大灣區㗎啦。係嚇，咁再加埋咧以前嘅全青運啦，或者依家叫全國學生運動會啦。咁呢啲都係即係令到啲學生咧好多機會。仲有我哋有嘅亞洲學界嘅比賽啦，甚至乎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啦。咁事實上，我哋嘅運動員咧，喺呢啲賽事裏面都表現得相當出色。係，同埋我聽你講咧，就因為而家嘅年代唔同咗啦，就係政府嗰個大力支持啦。譬如體院有教練，有啲青年會，而家全部都係讀書㗎嘛，所以基本上個個學生佢都有機會接受呢個訓練。所以精英化咧，應該係達到咗一個都幾高嘅層次。係，同埋可以幫助到一眾嘅運動員方面啦，可以學業啦，預計咧就運動方面雙線發展喎。咁其實學體會嘅角色可以點樣幫助啲學生，會更加可以兼顧埋學業啊，預計運動方面嘅成績咧？嗱，其實如果你睇學體會嘅 logo 咧，你就會明，即係所謂
我崇尚嘅就係話學體並重。咁學體會嘅 logo 咧，其實就個底咧就係一本書嚟。然後咧就有兩個運動員，一個跑緊嘅。即係你而家喺個游水，係啦，呢件衫左手邊。呢個 OK。呢本書嚟喎，原來。係啊。喂，真係我以為係個方框咋。嗱，你一講，所以嗱，真係有嘢要學要問啦。原來本書嚟嘅。本書嚟嘅。即係前人去設計呢個 logo 嘅時間咧，已經睇到咧，即係學業同體育其實係兩條腿走路。係啱。即係如果我哋話我哋隻左腳行路，跟住右腳左腳嘅話咧，一定係點啊？學體並重。係啱係。而個體咧係唔單止淨係體育，其實係我哋話即係透過身體嘅教育咯。我哋讀體育嘅人咧，我哋就會好明白，即係我哋希望透過體育去教導一個神。啱係。因為就體育咧就即係運動咧，佢有一種叫公平競技嘅精神啦。咁仲有一個好緊要嘅運動家精神，即係 sportsmanship。佢嘅意思就係我寧願好光明地輸，都唔會係不榮譽咁贏。絕對呢個就係嗰個 sportsmanship 咧，嗰個定義啊。學運動啦，仲有學做人添啦，相當之緊要啦。嗱，講完呢個精英化啦，跟住輪到第三同埋第四個化啦，就係呢個盛事化同埋呢個產業化啦。盛事化講到盛事方面嗱，其實近年咧學界足球方面咧，個人嚟講真係盛事，因為我本身都係足球迷啦，同埋現場嘅氣氛好熾熱啦，啲啦啦隊啦、打氣兵團啦、家長啦、同學仔啦，我個人認為其實個氣氛方面咧，不下於任何一場咧就係職業級別嘅比賽添嘅。咁又唔知阿校長你點睇？其實而家近年啦，學界一個盛事化方面造成點？你自己覺得？嗱，其實過去一路以嚟咧，就算喺康文署嘅場地咧舉行嘅精英賽或者學界嘅 D1 比賽咧，其實都係吸引好多人去睇，爆晒棚嘅。尤其籃球添喎，籃球好誇張嘅氣氛真係。因為籃球場地細咯。籃球今年喺啟德體育園個體藝館舉行咧，最高嗰陣時個人次咧有成7000人。哦，差唔多爆咁滯咯。爆晒嘅嚇。咁另外就係足球啦，足球咧喺啟德嘅青年運動場嗰度舉行咧。嗰笪草地大家都夢寐以求，梗係啦，好靚係啦，係啊，嗰陣草地味咧，索到都好開心啊！真係。因為咧，除咗響觀眾席之外咧，喺對面咧一啲所謂經過嘅途人啊，佢哋即係冇進入場嘅咧，都停咗喺度望入嚟，瞄一瞄先。點解咁墟冚咧？好似我哋當年咧喺花墟咧警察會咧，爬上嗰個牆嗰度，爬上度睇啊，爬上個牆啊，唔使買飛喺度睇足球比賽啊。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咧？其實隨著香港嘅體育設施，即係體院嘅精英化，再加埋體育設施嘅優化啦，其實都會令到點啊？各方面都會吸引，吸引好多添。冇錯。不過你講到就盛事化咧，喺我嘅理解咧，就唔單止咁簡單啊，好多家長嚟睇啦，係要吸引好多遊客嚟睇。咁所以如果將來咧學體會搞一啲叫做係國際嘅學界比賽喺香港做。有機會做到真係盛事化，有得諗喎，真係㗎。係咪啊？即係佢真係廣州啊，或者英國啊啲人都嚟啊，睇佢啲仔女玩啊，咁呢個真係盛事化啦。絕對可以啊，我覺得都唔容易做啊，校長。但係講到就足球方面啦，早前舉行呢個學界精英足球賽事方面咧，同以往睇開嘅學界精英足球賽咧有少少唔同嘅。個名字已經長咗好多啦。點解咁講咧？因為今年開始咧就多咗個冠名贊助啦。我哋唔提個名啦，就嚟自呢個一個叫米線嘅鋪頭啦嚇。咁佢就冠名贊助呢個足球賽事，都想問問咧，就係校長可唔可以爆料啦？其實係嗰一個品牌主動聯絡你哋，定還是你哋主動去揾一啲嘅贊助翻嚟嘅咧？其實就雙方面嘅，即係當市場上面以往可能有一啲贊助都係集中喺啲體育品牌或者相關嘅，但係如果依家咧淨同體育完全係未必有直接關係嘅咧，其實就今年真係一個先河嚟。係。即係當佢哋發覺學體會嘅賽事，無論喺轉播啊，喺嗰個舉行嘅地方啊，或者以至到即係話參與嘅人數，其實佢都吸引到年青人咧去即係所謂叫做幫襯。啱。咁所以其實係雙贏。係。同埋而家嗰啲品牌贊助啦，洪校長，就我聽嗰啲我啲好朋友講咧，點解佢要贊助呢啲年青嘅運動員咧？係因為佢哋打波嘅時候咧，不自覺個品牌入咗佢個腦啊！即係當佢大個嘅時候咧，去揀電器啦，呢個咪呢個電器牌子啦，就揀呢個啦。應該要食嘅時候，呢隻米線啦咁，即係入咗佢個腦，所以係相得益彰，應該有呢個咁嘅諗法。同意。
當即係啲年青人佢哋有機會去即係參與呢啲賽事嘅時間，一啲嘅贊助咧，其實係有一啲所謂叫做滲咗入去佢哋，入都係啊，不自覺地滲咗入去。甚至你整個 MVP 俾佢啦，俊文，佢拎住之後，呢個品牌嘅 MVP 又加埋冠名贊助啊，冠名贊助嘅 MVP， 呢個就係我一生人唔難忘㗎啦。最佳評述員徐家樂咁樣多謝，阿信文勁啲，信文勁好多。係咁啊，非常之開心添啦！即係近年見到咧，就學界嘅體育嘅運動發展方面，都咧就趨向呢個咧就產業化啦。除咗話足球之外咧，好似足球以外仲有其他項目都攞到一啲贊助啊，係嘛？其實我哋今年咧好開心嘅，精英足球啦、籃球啦、手球啦、排球啦，喂 OK 喎，全部我哋都即係有唔同類型嘅贊助咯。足籃排手，跟住羽毛球、乒乓波都有啊。係咁就仲有嗰個越野賽、越野賽、田徑游水、田徑游水。即係我哋基本上就希望咧，唔同嘅運動都有唔同嘅即係贊助可以去推動到呢個足球即係整體嘅體育嘅發展。哇！真係達到喎嚇。嗱咁講啦，嗱今年咧就阿洪校長啦，你就阿劉太就唔做呢個董事會主席啦。係。咁啊，會長佢係會長。會長啦。會長。咁你就係新上任啦。通常有啲新嘅構思嘅嚇，你會有啲咩新嘅構思啦？例如咩係城市運動啊，各方面有咩新構思帶入呢個學界體育聯會咧？嗱，其實我哋嚟緊咧，呢個學界決賽周係其中一個我哋都有商討嘅一個，咁就實現咗啦，好開心咁啦。咁其實嚟緊咧，我哋都希望喺即係大灣區嘅比賽，即係點樣可以去令香港可以同大灣區其他嘅地區嘅球隊啊，或者透過體育比賽咧去交流。咁呢個係我哋即係第二個嘅諗法。咁另外咧，政府同我哋都有合作嘅，就係城市運動。城市運動。城市運動咧就係3人籃球、5人足球、滑板、運動攀登同埋呢個霹靂舞。霹靂舞係嚇，咁其實政府咧係大力推動呢個城市運動。咁咧其實學體會咧係協助，讓全港咧有幾百間學校咧都可以咧係受資助咧去有教練啊、有場地啊、有啲嘅配套啊 support 咧。呢啲運動喺學界或者學校裏面推行。喂，呢個城市運動咧，佢個目的啊，校長就係佢人少，譬如3個對3個、5個對5個，出場時間多，霹靂舞嘅自我表演，變咗可以發揮嗰啲運動員嗰個信心能力咧，機會係高咗。因為譬如我打籃球，哇，成日坐喺度冇得出嘅，冇乜興趣嘅大佬。佢有挫敗感啊，變咗就係。但係新聞籃球唔係喎，4個人啫嘛，一定有得出嘅。話之你咁啊，好正啊呢個！即係最緊要有呢個城市運動啦，個構思都有少少似嚟緊呢個全國運動會方面啲群眾運動一啲嘅項目啦。咁所以就講到全運會方面啦，嚟緊咧就年尾舉行嘅全運會嘅規格方面咧，要求都越嚟越高啦，希望可以達到一啲咧就係奧運級嘅水平添嘅。咁你覺得其實而家嚟緊年尾全運會各方面嘅配套啊、項目啊或者運動嘅發展等等啦，對於學界呢邊嘅運動發展有冇咩特別嘅啟示或者咩得益咧？嗱，其實咧嗰8個項目咧，我覺得都係香港係有優勢嘅。嚇，咁同埋最近咧喺一啲所謂叫做測試賽咧，譬如以手球為例咧，我自己都有打手球啊、成啊咁樣。咁其實香港嗰個體藝館，即係啟德嗰個體藝館係絕對適合打呢個手球。好靚添啊！燈光都好啊。咁其實香港嘅手球隊喺全運裡面，即係過去嘅全運咧，個成績都唔錯。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會令到咧所謂叫做香港人對體育運動咧，透過呢次全運會咧，更加可以即係又有一番嘅熱潮。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嗰啲譬如七欖啊，跟住即係去盛事化咗成件事嚟緊全運啦，有群眾項目啦。咁學體會同全運辦公室主任嗰邊咧都傾咗一個計劃咧，喺6月尾7月咧，我哋學體會即係讓啲學生咧想去全運會咧廣東省嘅一啲比賽地點咧，去有一啲嘅參觀場地同埋交流。我覺得呢個咧就正頭先所講噶啦，即係依家所謂叫產業化、專業化、城市化，其實都係點啊？都係要擴闊視野。擴闊係，同埋阿校長講到回應你個問題就係嗰啲設備嘅係唔去到一個最高嘅標準咧，其實到㗎啦。
因為我哋香港有好多個場地咧，嗰個標準都係到奧運標準嘅。係。咁誒，甚至有啲話擴闊眼光咯，去完其他地方翻嚟之後再提升咯。係咪講完晒5個化啦？即係講晒今日所有嘅主題啦。嗱，最後啲時間問問校長啦。事關最近出席咗一個頒獎禮咧，你都好想簡單分享下喎，係咪？係簡單喎，真係好簡單喎。好簡單，冇問題冇問題。其實啱星期六咧，我哋即係教練培訓委員會咧，就有一個叫做頒獎典禮，就係俾傑出教練。咁呢個傑出教練咧，最主要咧就係除咗一啲所謂精英嘅教練之外，我哋都耳熟能詳嗰啲之外咧，其實係有2個獎，我係想特別強調，就係社區教練獎同埋咧學校教練獎。哦，係。呢2個獎咧係講緊一啲所謂普及化，或者咧我哋一啲年青嘅運動員咧，佢哋嘅教練咧所付出嘅嗰種努力嚇係值得嘉許咯。啱，一個學校教練獎就係學界體育聯會能夠提升教練嘅質素，頭話咁。呢個好重要，亦都係再一次咧，就多謝晒洪校長啦！百忙之中咧，就抽空出席我哋今日嘅訪問嘅，下次再揾校長再傾過偈。好啊，多謝晒。